膽固醇高戒口有冇幫助呢？淨係用飲食控制足唔足夠去降膽固醇呢？今日咧，我會同大家分享究竟飲食咧係可以點樣去攞到最大嘅降膽固醇嘅效果嘅。你有冇膽固醇高啊？有冇食啲咩嘢係降膽固醇呢？歡迎你喺下面留言同我分享啊！如果你中意呢個影片，請你俾個 like 我，同埋請你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啊！亦都歡迎你係訂閱營養師媽媽頻道嘅。我呢個頻道咧係介紹健康嘅食物啦，同埋一家大細點樣食得健康㗎。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營養師媽媽 Priscilla。咁好多人都會問我啊，係咪食燕麥片咧就係可以降膽固醇㗎？不過聽講咧，其實飲食控制咧對降膽固醇咧冇大嘅效果喎。咁係咪真嘅咧？咁首先答咗呢條嘅問題先。食燕麥片可唔可以降膽固醇啊？係可以降膽固醇嘅。降膽固醇食物咧係非常之多㗎。咁啊，其實咧好多啲降膽固醇食物咧係平均可以降到5至10% 嗰個壞膽固醇嘅。咁咧，但係如果你淨係靠一樣嘅食物嘅話咧，其實你個效果咧就未必咁顯著㗎。但係相反嚟講咧，如果你係同時食好多降膽固醇嘅食物嘅時候咧，咁你就會發現咧降膽固醇嘅效果咧就可以非常之好㗎。咁啊，甚至可以媲美藥物㗎喎。今日咧同大家分享下呢啲嘅研究嘅數據啦。咁啊，究竟咧係食啲咩嘅食物咧先可以降膽固醇？有啲咩嘅元素咧可以攞到最大嘅降膽固醇嘅效果嘅？咁啊，首先分享下2003年啦，有一個研究咧，就係研究人員 Dr. Jenkins 啦。咁咧，佢就將一啲降膽固醇嘅食物，咁有5大嘅組別嘅。咁咧就係俾一啲實驗對象係食用啦，對比翻即係對照組嘅話咧，其實降膽固醇效果咧係去到30%。咁個效果咧係同第一代嘅降血脂嘅藥物咧個效果係相若嘅喎。咁咧喺2023年嘅時候咧，醫學期刊 Circulation 咧就刊登咗一個報告啦。咁咧有21萬嘅人士嚟講咧，經過一個30年嘅追訪之後咧，咁咧研究係發現咧嗰啲參加者咧，佢哋咧嗰個飲食咧越貼近咧嗰個降膽固醇嘅飲食組合嘅話咧，佢哋嗰個心血管病嘅風險咧係低14%嘅。原來咧你係越接近咧嗰個降膽固醇嘅飲食嘅時候咧，其實咧個心血管病嘅風險係越低嘅。咁啊，以下咧有5個組合嘅元素咧，咁啊加埋起嚟咧就會達到咧一個顯著嘅降膽固醇嘅效果㗎。咁啊，第一咧就係水溶性纖維啦。嗱，水溶性纖維咧喺腸道嗰度咧就同一啲膽汁酸咧就結合啦，咁咧就係可以幫助係排走嘅膽固醇嘅。咁喺水溶性嘅食物之中咧，咁啊燕麥好多人都會認識啦，咁佢咧嗰個嘅份量咧係你要喺燕麥嗰度攝取到3克嘅燕麥水溶纖維咧就有降膽固醇嘅效果，一般都係可以降到1成或以上。但係咧除咗燕麥片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嘅食物啦，咁啊包括大麥啦、洋車前子啦、蔬菜之中嘅秋葵啦、水果之中譬如蘋果啊，佢哋通通都係一啲降膽固醇嘅食物，因為咧係有水溶性纖維啊。咁啊，第二方面咧就係黃豆蛋白啦。黃豆蛋白咧就係一個喺肝臟裏邊咧就有好似一啲我哋叫 LDL receptor 係一啲壞膽固醇嘅回收站嚟嘅。咁啊，原來咧食一啲嘅黃豆蛋白嘅時候咧嘅身體咧就會將呢啲 LDL 咧個回收咧就係加速嘅喎，咁咧從而咧係達到一個降膽固醇嘅效果嘅。咁一般嚟講啦，咁啊黃豆蛋白嘅攝取嘅份量咧，每日要去到咧20至25克咧就可以有降膽固醇嘅效果噶啦。咁咧呢黃豆蛋白咧其實咧最理想嘅食法咧就係取代部分一啲嘅動物嘅蛋白質咧，會加強嗰個降膽固醇嘅效果嘅。你係咪正在為高膽固醇而煩惱呢？想改善健康，但又唔知從何開始？由我親自教授嘅30日降膽固醇健康心臟計劃加強版現正接受報名。呢個唔係淨係降膽固醇嘅計劃，而係一個降低心血管病風險嘅護心飲食計劃。今年已經係我第3次舉辦呢個網上嘅課程，過往成功咁樣幫好多學員係有效咁樣降低壞膽固醇。呢一次呢，將係我最後一次授課啦。想同我直接學習降膽固醇技巧，千祈唔好錯過啊！仲有早鳥優惠添，仲可以額外獲贈2本嘅電子書，名額有限，馬上報名參加啦！第3個元素咧就係果仁啦，特別係杏仁嘅。
嗱，果仁本身咧係有好多不飽和嘅脂肪啦，亦都有天然嘅植物固醇啦，同埋有纖維啦，呢啲咧通通都係可以有降膽固醇嘅效果嘅。要食幾多果仁咧？咁咧就每日咧個份量就要30克至到50克。咁咧呢一個份量咧就對控制膽固醇係有幫助嘅喎。不過咧喺呢度咧就要提啦，因為果仁咧始終都係高熱量嘅食物啦，咁咧大家咧就要按翻你自己所適合嘅份量去攝取啦。除咗杏仁之外，開心果啦、合桃啦，咁通通都有類似嘅效果嘅。咁大家咧其實可以食下唔同嘅果仁啦，以無鹽咧嘅選擇係更加好嘅。第4個降膽固醇嘅元素咧就係植物固醇啦 （plant sterol 或者 plant stenol 嘅。咁咧呢一類嘅物質咧係有效可以降膽固醇，因為佢會喺腸道嗰度咧減低膽固醇嘅吸收嘅。以研究顯示咧，每日咧攝取咧大概1至2克嘅植物固醇有降膽固醇嘅效果啦。咁目前咧其實有唔同嘅食物啦，有陣時係植物牛油啦或者乳酪啦，都有機會係加咗呢啲植物固醇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過咧加咗植物固醇都需要咧係睇下嗰個營養標籤，因為亦都有機會咧係一啲即係高糖嘅食品啊，譬如好似加咗植物固醇嘅植物牛油咁樣啦，個熱量咧都一樣係屬於係偏高㗎。咁你要睇翻你自己體重管理咧，需唔需要控制啦？去到第5咧，就係我哋去翻最基本咧，就係一個植物性食物為主，配合低飽和脂肪嘅飲食啦。咁呢一個咧就係所有嘅即係降護心飲食咧一個嘅基本嚟嘅。本身植物性食物為主嘅飲食咧，都係可以降到膽固醇係5至10% 嘅。咁如果配合頭先我講嗰幾個元素嘅話咧，咁嗰個降壞膽固醇咧嗰個效果咧係可以大幅提升，甚至去到2至3成嘅。咁我自己嘅臨床經驗啦，就係其實好多人咧本身咧食動物性嘅食物咧係多嘅時候，好多時候咧就會嗰個壞膽固醇飆升嘅。咁所以咧呢個植物性食物為主嘅飲食咧，其實當大家咧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嘅時候咧，就有機會咧個膽固醇就開始會下降噶啦。頭先我講呢5大嘅元素啦，咁呢個護心嘅組合飲食咧，究竟幾有效咧？咁就好視乎咧你個人咧跟得足唔足啦。咁但係咧，如果你係即係跟呢一個嘅原則去食嘅話，其實唔單止係可以降膽固醇，對控制血糖啊、體重管理啊、控制血壓啊，通通都係有幫助嘅。咁但係相反嚟講啦，咁如果你話我唔想改變飲食嘅，又或者我係一個有高度風險嘅人啦，咁譬如曾經有心臟病過啊，或者中過風嘅朋友嚟講咧，基本上咧其實未必可以單靠呢個飲食咧係可以幫到你啦。對於中低風險嘅人士嚟講咧，其實頭先講嗰啲嘅食物咧，唔單止係對降膽固醇有幫助啦，其實對血壓啊、血糖啊、體重管理咧，其實通通都係會有幫助㗎。但係如果有啲人士嚟講啦，咁佢本身已經係好高風險，譬如佢已經係中過風㗎啦，或者曾經有過心臟病嘅。咁咧呢啲高風險嘅人士嚟講咧，其實你都要跟從醫生嘅指示啦，係咪需要食藥物啦？咁同埋咧任何嘅飲食治療啦，其實你可以睇翻你自己係咪跟到個效果係點樣樣啊？咁嘅醫生咧係商量係決定最適合你嗰個治療嘅方案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多謝大家收睇，拜拜。